Hello，各位街坊，大家好。今期我黎明嘅新車速遞，隆重為各位介紹呢部星光730。但係同較早幾期視頻星光730有咩唔同呢？呢個係拆運版本嘅。各位香港、澳門街坊想喺國內買新車，但又驚手續繁瑣，揾途勝車行就啱晒啦。我哋專業代購國內所有全新車品牌，無論熱門嘅電車定係豪華品牌，通通都有。最緊要我哋提供一條龍服務，幫你搞掂晒所有手續，直接上埋深圳粵 B6牌，免費辦理深圳指標，冇居住證嘅客戶，通通都可以。等你可以輕鬆出車之餘，無後顧之憂，唔使自己煩，專業事交俾我哋做，即刻聯絡途勝車行揀翻架心水靚車啦。較早幾期嗰架白色嘅係純電版本嘅，拆運版本咧究竟有咩亮點呢？我一一為各位街坊講實介紹啦。首先咧，呢部車嘅長度咧去到4.9米幾，跟住咧闊度去到1.8米幾，軸距長度咧去到接近3米2.9米幾嘅。咁咧，作為一部中型尺寸嘅 MPV 啦，佢喺內地嘅售價係相當之實惠嘅。可能各位街坊有了解到香港嘅售價啦，我哋較早幾期視頻都會有講到啦。呢架喺香港賣緊3088嘅官價，30.888，但係喺內地咧，呢架拆運版本只係賣緊10.3800，所有嘅參數價格我都會打喺熒幕上面俾各位街坊參考嘅。咁咧，拆運版本有咩亮點啊？首先咧，我介紹下電池嘅參數啦。佢會有20度半嘅磷酸鐵鋰電池，然之後咧，佢有油箱、有 engine，搭配翻起身 CLTC 綜合續航里程咧，就去到1100公里嘅。然後純電嘅版本咧，只能夠開500公里，實際 NEDC 續航咧大概得400左右。你可油可電拆運嘅版本咧，就可以開到1100公里啦。好啦，具體嘅參數咧，我哋較早幾期都有介紹過啦。咁啊，首先我講翻拆運嘅亮點啦。呢架車純黑色嘅車身，街坊咧都 book 咗有幾耐時間噶啦，大概係有一個月唔到啦。呢架車20日左右就到達咗我哋嘅 4S 店。咁咧，我哋早幾日就提咗翻嚟，成副鬼面罩啦，係同純電版本係一樣嘅。然之後咧，一對好靚嘅大燈啦。跟住有兼顧遠近式嘅 LED 設計 ，LED 嘅日行燈。咁啦，成套籠啦，都係同純電嘅版本一樣，好靚嘅皮料包覆啦、軚啦、定速巡航啦、360全景 cam 啦，呢啲都會有晒啦。跟住啦，電動嘅燈啦都會有晒。跟住啦，去翻我哋嘅側門，咁咧佢都係只能夠選擇單面嘅側門，即係兩道趟門嘅情況下，只能夠得右邊嘅趟門，右邊嘅中門係電動嘅。咁啊，我坐入到內籠啦，依然非常好表現嘅空間乘坐度啦，啱晒背，翹晒二郎腿，冇問題嘅，冇天窗呢架車，就算係拆運嘅頂版都冇天窗嘅。佢總共得3個配備，純油版、拆運版、純電版得3個配備嘅，由7萬幾嗌到10幾，嗌到11萬幾，就3個配備。但係呢部車我真實卸版落到嚟個感受呢，配備係齊嘅，10萬蚊有電門單隻嘅，跟住呢有好靚嘅皮凳啦，跟住作為 MPV 嘅佈局，有7人座個座位，10萬蚊買到去做到咁多嘢，獨立嘅冷氣啊，全部有晒。基本你當佢腳車又得，攞嚟裝貨又得，接下屋企人坐7人位又得。OK， 咁啦，講完空間嘅表現，嗱，你話佢有冇電動呢？但係由於我車行門口有少少斜位啊，拉到門自動又咪搭埋，有冇電動多3000蚊，裝多隻電門其實冇乜所謂嘅。咁咧，首先尾箱啊依然都唔會有電動嘅尾箱啦嚇。咁咧佢配備咗都會有隨車嘅充電器啦、放電槍啦，仲有送埋原廠嘅太陽膜啦，呢啲嘢都會有嘅。手動嘅尾門，10萬蚊，10萬蚊買一部咁大嘅保姆車啦，我叫佢全 LED 燈嘅設計啦，黑色嘅車身顯大格嘅。跟住咧第二樣嘢，呢個趟門咧就可以有電動啦，有單電門，但係10萬蚊。強調咗5次有多噶啦，10萬蚊買到咁大架 MPV 喺度咁講啦，我唔係黑 sell 佢嚇，真係物超所值，有兼顧續航里程啦，有空間啦，要有一個快叉啦，一個中叉啦，可油可電，
佢純電嘅里程125公里，夠晒喺自己嘅市區啊，例如喺我肇慶呢邊啊，喺深圳啊，夠晒兜噶啦。然之後咧，嗰邊咧又可以入油口，入92以上嘅汽油入滿佢，油同埋電可以行1100公里，咁大架車，又有翻7人座個佈局。跟住啦，嗱，遙控鎖匙開埋個趟門，強調第6次10萬蚊，強調我個賓客上到我架車，我喺內地買一架保姆車喎，幾錢啊？10萬蚊，但係咧佢官價103800，選咗個電門就去到106800，連埋現梳連埋落地咧11萬多少少嘅budget就可以買到咁大部車啦。咁去邊度揾啊？能源標識只需要3.71升100公里，92號嘅電油6個幾，3618就圍到毫八子左右就可以行1公里噶啦。毫八子去邊度揾啊？咁大架車同埋真係比較慳油咯，勁多灣區七車嘅資訊。歡迎繼續瀏覽我黎明呢個 channel，我會為各位街坊分享勁多嘅好車同埋新車嘅資訊。多謝各位。